观众朋友新年恭喜，哦，老新年师恭平喜，恭喜，平安，新年恭喜。真欢喜吼！今仔日迄个咱是那么新年的第一天哦，新正的第一天会当甲大家伫空中再会。这是吼，我即阵伫泰国，所以即个网络可能无啥好。等下我若无去吼，大家爱继续听落去，听老师讲落去安尼。真欢喜吼！咱新的年吼，逐工吼，我会记得拢会淡薄讲新年新愿望对吼，就是拢会淡薄讲吼，我今年要甲上帝讲吼，我今年一定爱读圣经2遍啊来吼，啥物要做啥物代志是对有诶无吼？即本上帝嘛有一个清单互咱哦。咱伫圣经内面，有一段足侪所在有讲到迄个第一讲对无？新年。圣经记载新年做代志。对，新年的第一天爱做的代志哦，大家知影无？看有偌济人会当写出来吼，知影讲上帝交代咱要做啥物代志哦。咱来美秋来啊！你好，新年快乐！有福气的人哦，今仔日有来的吼，有福气的人吼，个明辉吼，应该嘛伫边啊吼，新年快乐！所以今仔老师，你新年吼，逐当拢会讲。啥物？淡薄仔迄个愿望无？会甲上帝讲我今年要创啥？要逐日祈祷，要热心学师。爱传福音互规个人安尼，就是迄个逐日祈祷，这本来就有啊吼，可能祈祷较久安尼啦吼。逐工我迄阵我讲吼，我即阵逐工爱读3篇圣经吼，无4章吼，安尼一当会当读一摆安尼，袂歹吼。好，观众朋友，你的新年有啥物愿望？你会当写来甲阮分享哦。来，今仔吼，第一天，看圣经记载，圣经记载的代志哦，有几啊项是正月初发生的代志。咱第一项要讲。那就是大水以后的那，迄阵世界人拢袂无去啊，剩那因兜的人，因一家拢总8口，伊伫600，圣经记载讲到那607岁，正月初1，地上的水拢干，那就掀开大船的挂来看，伊就看见地面已经干。因就出来，对大船伫初出来，伫正月初出来，就开始做新的生活。因为咱知影，是咱后壁即个对无？咱后壁即个大船。叫大船，大船吼，伊就因为迄个较悬的土地已经出来伫外口，海面渐渐退落去。所以船就像靠岸伫路上，所有的动物都会当出来。迄船出来时是新的世界，新的开始。拢总无别人，就是咱一家人。那照安尼讲，咱拢是咱的后裔。咱拢是咱后代的人。对哦，吼，有道理哦。因为迄阵拢无人，所以咱即摆看到即只船，所坐就是咱的。共同的祖先啊！是安尼，就是看这后壁这为遮开始的啦吼。对遮开始，咱的祖先对遮开始，所以你若要写你的祖先对对开始，你就写哪开始就好啊。所以迄阵上帝有交代啊，嘛是伫其实是一冬了啊吼。600岁开始落大雨，来一冬了吼，较出来吼，较转去到陆地对无？定生就对啊。路个浮出来，内底动物就出来安尼啊。第二届正月初，伫甲摩西讲哦，耶和华吩咐摩西讲，正月初1，你着去组织个会幕。
就是讲出来集的时阵，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来集，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讲你伫正月初一，有哪发生的正月初？为什么是正月初？因为对迄日开始，拢有新的开始。那对船出来，迄是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开始。摩西这个会幕建立，也是共款一个新的，这个新的开始是啥？因为迄个会幕，大家百姓拢总面向迄个会幕，就是讲迄个会幕的讲的，就伊的规律，就是讲伊讲的话，恁拢爱听。迄个会幕就是所有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逐个人就共同伫遐做伙来兴旺因以色列的国度，也是上帝的国度，是一个新的开始啦。就是一个活咧有上帝的人，因为是上帝甲因带出来。因的困难，伊会替因来排解。毋免着讲伊着爱搁去拜金牛啦，爱家己想办法拢无需要。一个新的开始，完全来靠上帝。这是一个正月初一新的开始，就无搁用家己的主张做主张，用上帝的旨意做咱的中心，这就对了。这会幕的意义是，就是伊迄阵带埃及人，带因出埃及了后，但是对，伫咧会幕出来嘛，爱着搁交代伊讲爱做一个金灯台，金灯台就是用金拍所以咱来看大自然内底有一寡咱像金灯台的款式的，咱拢会想到以色列摩西互上帝交代讲伊爱做金灯台，爱做一个会幕咱就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会幕内底上重要的金灯台是了个开始来第三件代志就是爱清洁洁净圣殿的工作，是对正月初开始拢总有8日初一、初二、初三安尼一直清，甲圣殿所有的所在拢扫清去，一直扫去到走廊，内底拢扫到外口。应该继续用8日继续清去耶和华的殿，到正月16就完成。所以洁净圣殿的工作是对正月初开始。所以每一档咱拢需要新的洁净，就讲清洁咱家己。从以前甲无好的老的习惯、无好的思想，所败坏的生活，拢完全彻底甲伊放杀。对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清洁咱的心肝，变成上帝的旨意的人。这个灯台是对以色列寄来的以色列寄来的灯台。这问题老师的边对吧？听讲因拢一工会点一支安尼。一工点8日，因为洁净圣殿的时候，佮修殿节，咱特别迄个为什么交机？迄个金灯台咪7支嘛，先会交机，这有一个故事真重要拢总交机嘛，应该是7支。但是即摆拢变7支后交机，7支甲7支是耶和华交代摩西的爱做，安尼做7支。迄个交机是安那来？咱即摆叫做光明节其实这个节甲圣诞节差不多，因为日期拢是12月。像今年来讲，今年就是12月7到15嘛，因为8日的时间。因叫做光明节，叫做修殿节。修殿节就是迄个路加福音内底有记载。记载迄个修殿节，就是像耶稣伫12月时，毋是爱去圣殿嘛，爱去倒转耶路撒冷嘛，去耶路撒冷迄个时阵就是修殿节啦。修殿节就是伫12月
大约22月左右，伫寒天就对啊，甲圣诞节差不多时间啦。点灯有那就叫做蜡烛的节，有那个努哈卡，努哈卡就是因的希伯来文的发音，就迄个节的意思。马加比马加比的节，为什么呢？因为马加比是一个人的名。马加比因老爸本地是做祭司，这个做司，迄阵呢，伊些个国家是互希腊，就是叙利亚的国王来甲伊管，来甲伊管因的军官就想讲要甲因的圣殿变做希腊神的殿，就是讲伊甲迄猪犹太人是认为猪是一款无洁净的动物，伊佮甲猪摕去祭坛顶拜什么？拜宙斯啊，因为希腊是拜宙斯的嘛，甲上帝拆掉，当然安尼看袂落去啊，犹太人看袂落去，伊感觉足艰苦，你哪会当亵渎我的圣殿？因为圣殿是足圣洁的，圣洁到什么程度呢？你平时都无法度入去。你若要入去至圣所来讲，一当敢若会当一届入去，迄届入去就是爱祭司头才会当入去，要入去就爱去洗身躯爱去创了，足注重这个圣洁的代志。毋过迄个叙利亚的王就用安尼来侮辱因，所以因就挡袂牢。因的将军就要强迫迄个祭司头讲，你来拜宙斯啊，就讲希腊的神啊，安尼百姓就对你拜啊，就袂过坚持拜恁的耶和华。因为安尼讲嘛，就强迫伊，但是伊拢无爱，伊讲伊死都无爱。结果边仔有一个犹太人想讲安尼坚持落，安尼毋好啦，伊从家己主动家己走去献祭啦，献祭互因的希腊的神。这个祭司头看到足艰苦的，从甲杀死啊！甲迄个走去献祭迄个犹太人杀死。因囝，迄祭司因囝看到安尼个干脆，甲迄个军官有哪杀死。就拢从咱开始就革命就发生，就讲所有犹太人就联合起来。虽然因的人数足少啦，无法度甲国家的兵来比例无法度，但是因会当安尼用小可人，当咱伊无注意到伊甲吵闹，拢总闹2冬后，迄个国王来死去，叙利亚兵就退出去，耶路撒冷就回到犹太人的手内。所以犹太人足欢喜的，就伫遐要甲迄个圣殿佮钉在来献祭。钉在献祭当然因足圣洁的迄个马加比因为迄个因囝我讲迄个祭司头因囝叫马加比，是马加比这个人来带头，带迄个犹太的人来革命，来甲迄个国王。叙利亚国王甲推翻掉，但是因咧结情以后因敢若找无油通献祭，因献祭一定爱点灯，摩西迄阵就规定就拢爱有点灯点灯因咧油春秋节春秋花，敢若会当点1日尔，毋过因的节日是爱8日。到底无够免讲无要紧从安尼点看嘛。结果伊点落到第刷1日的分，煞会当互伊点8日，这是一款神迹这款的神迹犹太人就足感动的。以后对迄日以后，就是耶稣出世以前165年，对迄日以后，每一年要守迄个修殿节的时阵。因着点拜祭蜡烛，中午期是永远无花的，拢总都高期，所以高期蜡烛的来源就是安尼来。中午期是你点拜祭的啦。伊个上中可能是代表是上帝啦伊用伊来点另外拜祭，这就是因的
高基的来源，就是讲从老的思想因对圣殿的结晶。咱知影有大圣那着大圣将会找开始于即个落地来生活，搁来有清洁圣殿的代志到伫遮咱知影讲，咱要安怎来过新年光明节？这已经真久其实这个修殿节的意思就是日期，就是伫叫做基斯流月啦，基斯流的第25日。安尼犹太历甲咱无共甲迄个咱目前咧用的律法无共款。伫今年来讲，伫12月7到15，这是因的修殿节，也叫做光明节啦。点灯节甲圣诞节差不多无啦，毋是讲差不多是接近圣诞节的日期，拢是伫冬天。这是咱今日要介绍的新年。新年到，伫圣经有足侪新的开始，咱有新的开始，有啥物新的开始？要哪做家己的愿望？就是讲你有啥物计划？讲今年要甲上帝搁一届拍契约。咱前下有介绍过迄个马雅国还是讲巴克的牧师啦，因拢共款，有向上帝有契约。尤其是巴克的牧师伊一冬爱签一届，签一届咱即摆新年开始，搁一届向上帝讲，我要完全胜过你来生活。好来，咱今日到这。安尼，观众朋友，谢老师观众朋友，大家想好啊未？恁一冬的新的计划是啥物恁今仔是第一天真欢喜，咱可以当做伙来讨论嘛是做伙来用台语来讲即个上帝新年的交代的代志伫圣经嘛有记载上帝嘛是足看重即个第一天对吧？第一天爱开始洁净伫净家己，清理家己的心肝。就是讲以前无好的拢家己袂记了啊，嘛免搁去想，家放下然后做毋对的代志不要紧，上帝拢会原谅咱对吧？等重新开始慢免想怨叹以前迄个做毋对的代志，还是后悔对吧？因为新的新的年的新的开始，上帝永远拢等候咱主的恩典，上帝恩典，也要甲大人伫咧。是，所以伫遮祝福大家有新的一年有新的恩典，遮恁的家庭拢安那做有福气的多谢今仔日来听的人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后礼拜，我应该是伫刚好伫飞机伫，我应该在零伫台湾伫泰国讲唔对伫泰国还是最后一天会当跟大家伫空中搁一摆再会多谢老师。多谢美秋，来多谢观众朋友来听我的。老师多谢，恭喜，恭喜平安。好礼拜再会。